再來關心一宗交通事故，這是發生在高雄大寮。昨暗呢，是有一台貨車，伊是家己駛去弄這路邊的車輛，了後又閣並車。這駕駛是講家己無食酒，嘛拒絕來做這毒品的快篩。也毋過警方煞看伊人怪怪，所以依法對伊來做檢測表，結果煞無通過。所以落尾已經甲伊罰18萬，閣吊銷駕照。目前也移送地檢署偵辦。貨車規台冰灘區倒佇咧路中，停佇路邊防弄潮的轎車後頭已經嚴重變形。車昨暗時8點外，53歲姓張的查甫人駛貨車來到高雄大寮的仁德路，規台車向失控，家己駛去弄路邊的車。雖講駕駛甲乘客敢若受到輕傷，嘛驗無酒精分，不過校正處理的員警感覺代志無對同，因為伊的眼神怪怪，規個人戇神，敢若有食毒駛車，要求其交出毒品。包包有沒有啦？包包有沒有？因為我老公曾經有過前科，可是你不可以說他有前科，你就是他現在已經認真工作，他已經沒有在亂來，你不可以因為他有前科這樣針對他。貨車乘客自稱是駕駛的某，警方佇咧貨車車頂甲卡網攏超無毒品，不過現場的駕駛的精神狀況確實使人懷疑，佮加上伊拒絕做毒品快篩，每處警方都按照警政署5月上新修正的行政定序，對駕駛做檢測表，30秒內用一支卡徛，看是毋是徛會在，結果無通過。警方依規定實施觀測表，結果未通過，逐字認定致不能安全駕駛，將其帶還所申辦，並依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》第35條第4項舉發，並移至保管車輛。全案訊後依刑法公共危險移送高雄地檢署偵辦。因為貨車駕駛機車閣無通過檢測表，警方依法對其開出18萬的罰款，吊銷駕照，保管肇事車輛。警政署6月初公布，今年到5月底，全台食毒駛車已經查到6730件，比去年同期加倍3倍，其中有9成8攏是警察主動查車調查抓到的。記者郭家祖、邱朝陽、高雄場報道。